立法院經濟委員會上午在立委陳亭輝的邀集，包括經濟部長龔明鑫、商務處長賴建新以及水利署長林元鵬等人，到台南考察三亞溪的整治，針對6月26日的強降雨造成周遭淹水的原因甲列改善的辦法，由列市府水利局甲水利署進行簡報，吸引未少的議員、里長甲列工業區的廠商代表來參與。會中立委陳亭輝表示，三亞溪整治工程在完成3年多來，雖然積淹水的範圍有較縮小，不過在瞬間的強降雨，如果閣撞到巴樓，也是會來淹水。因此，緊急的部分除了加懸護岸，長期的辦法也是愛在頂游來做分流，佮來增加避風池。瞬間的雨量。啊，佮帶這道佮轉來咱巴樓，巴樓你全部規個水域規個起起來了，漲起來了，你的水根本不敢排。你唔敢佮抽出去啊，抽出去嘛佮倒灌來。然後昆山那邊是因為有一些議題，昆山科技大學大灣那邊，所以這都是我們現在要去解決，不要讓它增加堆水的。所以呢，除了我們剛剛所講的30公分。堤防30公分加高的部分，今麥給你叮當啊！這個部分，這一筆預算，反正大家就是先處理，先緊急處理，有剩到時陣錢，要什麼人去擔？水利署有答應會來協助。短期的8月颱風呢，先趕緊處理。等中期的部分啊，完結時間為產業公司如何提升保護能力啊？雖然緊急的部分只用來先提懸護岸，不過當地議員卻持反對的立場。因認為，就算護岸安怎增懸，下游的水若卸袂赴，頂游同款的淹水。因此建議長遠的辦法，也是愛分流。我有意見，恁甲我改水，講因為加懸起來了，恁會用重力排水來排水，所以恁大灣就袂淹水啊。結果咧，所以你要擱提淹國地區甲我加懸，我絕對反對。對此，經濟部長龔明鑫嘛回應，三亞溪整治進程已經完成大約97%，剩落來3%還是要持續努力。經費的部分，中央會全力來配合。至於整治的方式，可能佫需要各方來研議甲來討論。應急的部分目前已經開始執行。未來中長期的整治計劃會擱再持續進行。台南新聞林彥根採訪報道。